大家嚟睇下，你睇下而家咁樣撳黑屏完全撳唔到，係咪好似壞咗咧？但係用3隻手指，一二三，咁啊開咗喎，原來仲錄緊影喎，點解咧？呢個 iPhone 功能咧，其實好少人知道嘅，咁喺黑屏之下咧都可以繼續錄影嘅喎，咁係咪好想知道點樣 set 咧？打開設定，跟住再揀輔助使用，然後再揀輔助使用快捷鍵，跟住再剔旁白，咁就完成㗎喇。咁我哋首先就將音量校到最細，然後就開相機，咁跟住咧就撳錄影。咁撳錄影嗰陣咧就唔好錄住咯喎，然後就開咗旁白先。1、2、3。咁跟住就撳錄影。咁而家錄影緊啦。跟住然後3隻手指熄咗佢。好啦，咁啊已經熄咗 mon 啦。咁其實佢係錄影緊㗎喎。咁而家我哋又再開翻。咁開翻啦，然後我哋再撳翻呢個3次開關掣，就熄咗個錄影。係啦。呢一個功能咧，其實就係俾視障嘅朋友用嘅。咁不過如果大家遇到危險嘅情況咧，咁呢一個秘技可能會救你一命㗎。但係千祈唔好攞嚟偷拍，因為係犯法㗎。咁第時如果你留意到身邊其他人咧，有人突然間黑屏對住你咧，咁可能你要留意一下啦。咁呢一個功能介紹咗俾大家，記住分享俾你朋友或者親人，等佢哋留意一下。咁今日嘅分享到呢度。大家記住留言，咁我回答大家嘅問題啦。記住 like 同埋 share，咁之後會有更多嘅資訊。